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你可能以为这就是良家妇女最好的典范，可是要成为一位令人敬佩的客家女性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做到三头三面，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了。三头三面啊，就那个头半年就归祖宗哈，讲啊，过做头啊行哈，行来洗头能做的，按个能讲啊乖乖的洗毛嘢安尼啦哈，涂洗头咯，行啊去涂爱先煮饭煮好的人来洗衫裤，洗过就过来煮饭食呢，煮菜食呢。是的，就去田场做些工作啊，种田的对吧？罗阿婆每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就得出门开始田里的耕作，灌溉、除草、施肥，所有的工作都由罗阿婆一个人一手包办。这个阿婆实在让人佩服啊！但是事实上，所有的客家妇女都是如此啊。台湾人个传统啊，按照规矩上客家的习俗。上年下沙就安尼啊，就如果有样看样啊，什么人就那是一个安尼规有规矩哈，他敢安尼就安尼啦，就敢安尼就安尼。好人家的女儿不但要乖要贤惠，还要不怕风吹日晒雨淋，而挑媳妇的标准更是越扎神越厚啊。家嗰類人哋一啲啊，中量中年了啦，相同鬼無限。你下人工都全部愛去家乜顏色咧，做乜嘅咧？嗰度做啦，無限。嗰度下度人工啦。啊，家嗰類也相同啦，嗬，就係相同做相同嘅洗頭啦，冇拖過有數啊。我透过有时人就做生呢。有能力可以工作就是一种光荣。客家人相信，要辛勤努力才会有好日子过。所以就算再辛苦，罗阿婆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。什么时节哈，年轻时节，像好一个当个裁缝师就来太白噶就唔闲。你看按到洗头种人那个得啦哈，留起来做事啊，一年多里啊就，俺那耕田的人们哈，手搓手还得喊的呀，就拿去学个2个月的啦哈，2个月就有冇喊的，有大人养的，落人养的，就表下来，因为做事下年咯，要多个时间啦。人家太懂我，4爷手搓手还得喊呢，有那有时间好好有2个月的呢。人家学2年出师，罗阿婆1年学2个月，一样可以做出自己的一片天。现在阿婆的手工艺品由于销路太好，已经做唔差了。加上田野的工作要做，家里的店铺要顾，阿婆可以说是忙到不行。可是这样忙碌的日子算一算，阿婆都已经过了70年了。问阿婆有没有觉得很辛苦，阿婆会告诉你，我从来就冇想过啊。就台湾人都训练嘅啊，就团练啊都按嘅啊。感觉好，生意就quite辛苦哦。这才做惯的啊，就人讲啊，团练啊quite健康，quite强壮的身体，都冇乜關係。習慣了就好了。在阿婆的那个年代里，客家妇女没有包裹着小脚，每天总是抛头露面。她们就像男人一般，在田野里肩负着沉重的锄头。她们就是家族里头最重要的支柱。乐天知命，刻苦耐劳，勤奋艰苦，这些优点在客家妇女身上可以说是有着最美的呈现。